团体到现场派发传单，批评美食节主办方单今年就已经接受政府600万的资助，还要向每个摊档收取1成的佣金。美食节还未正式开幕，就有网民前来呛声，不光到场向主办单位负责人和居民派发宣传单张，质疑美食节为何可以一边拿政府每年600万元的資助，一邊向攤檔抽取高達1成的佣金，間接是用公帑來補貼商家的生意。咁因此就係如果政府真係有公帑係需要去支持嘅，因咩事要支持一啲大嘅飲食集團？呢啲飲食集團其實自己本身已經係有唔少嘅利潤咯，所以我哋又覺得係非常之唔合理㗎。我梗係唔係認同啦，每一個都係社會一份子，你老人家有照顧都係派錢，係咪？每一個市民都派錢。咁如果係我哋中小企或者係微企嘅呢個時間生活呢個經營咁難，比起嗰啲博企啦，你講咩？你哋都係話唔應該資助嘅，由佢去。你知咩啦？有佢執咯，咪冇所謂㗎。我哋做又唔係賺錢嘅。講真，政府廿年叫我唔做。面對網民的上門嗆聲，主辦方負責人陳澤武也大方接過宣傳單張，更回應說美食節每年的開支都要過千萬，政府的幾百萬元資助根本就不能回本，單是場地佈置等就已經要幾十萬元。全部報晒俾政府，你要問佢資助我哋嘅部門，全部有等我哋數嘅。我哋唔會好似我哋啲水準咁高咧，唔會人哋講一句咧，我哋會駁佢嘅，嘥氣都唔同級數，講真，唔會駁佢嘅。總之佢要知嘅問政府，我好多嘢可以講嘅，我唔需要講。行得正企得正，夜晚好瞓。陳澤武還強調，美食節是每年一度提供給遊客市民的好去處，舉辦的決定權在於政府。奧亞衛視馬永飛、張亮澳門報道。好，我們再來看到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多次